史記項羽本紀第3回。秦2世元年7月，陳涉等起大澤中。其9月，會稽守通尉梁曰：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時也。吳文先即制人，後則為人所制。吳欲發兵，使攻及桓楚章，是時桓楚亡在澤中。梁曰：桓楚亡，人莫知其處，獨直知之矣。梁乃出，皆即辭劍居外待。梁復入，與守楚，曰：請召直，使受命召桓楚。守曰：諾。梁召直入，須臾，梁詢直曰：可行矣。於是直遂拔劍斬首頭。項梁持首頭，佩其印綬。桓下大驚，擾亂，直所擊殺數18人，一府中皆服，莫敢起。梁乃召顧所之豪利，如以所為起大事，遂舉吳中兵，使人收下縣，得精兵8000人。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、后、司馬。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於梁。梁曰：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，不能辦，以此不任用公，眾乃皆服。於是梁為會稽守，直為皮將，徇下縣。這段文字記述了陳勝起義後，項梁與項直在吳中起兵響應的關鍵過程。秦2世元年7月，陳涉於大澤鄉起義，動盪迅速蔓延。當年9月，會稽郡守殷通意識到天下大勢已變，秦朝天命將盡，便召見項梁商議。殷通引述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的道理，表明欲起兵反秦，並希望項梁與當時逃亡在外的猛將桓楚共同統領軍隊。項梁聽後心懷異志，利用殷通不知桓楚下落的資訊差，聲稱只有侄兒項直知道桓楚藏身之處，並藉此設下計謀。項梁先讓項直持劍在外等候，自己則與郡守繼續交談。隨後他請示召項直入內，以便奉命去尋桓楚。殷通應允後，項直進屋。片刻，項梁使了個眼色，項直瞬間拔劍斬下郡守首級。項梁隨即手持人頭，配上郡守的印綬，府中頓時大亂。為是與門客驚駭反抗，項直獨自擊殺近100人，憑藉其駭人的武勇震懾全場，使滿府之人都恐懼袍白，無人再敢起身抵抗。控制局勢後，項梁召集他平日結識的當地豪強與官吏，向他們說明起兵反秦的大義，隨即發動吳中兵馬，並派人收取郡內各縣，共得精兵8000人。接着，項梁着手組織隊伍，任命吳中豪傑擔任校尉、后、司馬等軍職。當有一人未被任用而前來質問時，項梁明確指出此前曾派他主辦某喪事卻未能辦妥，證明其能力不足，因此不予任用。此舉令眾人皆心服，顯示項梁平日以暗中考察並積累威望，對人事佈局早有籌謀。最終，項梁自立為會稽郡守，項直則擔任副將，率軍巡行並攻取郡下各縣，正式拉開了項氏集團投身反秦浪潮的序幕。這段敘事生動展現了項梁的沉穩老練、深謀遠慮，以及項直的果敢兇狠、萬夫莫敵。叔侄二人默契配合，以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政變，成功奪取地方政權，奠定了其軍事基礎。